我拍《茶是故乡浓，酒是故乡醇》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贺州的旅游区，这地理位置是非常优越的，它位于广东、湖南、广西3省交界的地方，所以它的人文意识是非常丰富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风景是非常优美。讓天邊一顆星化身一個記憶，亦跟你在那兒相戀。纏繞不勝，難道已暗暗的注定？如此風景，偷食過後欲變。